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好開心今日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呢一本我好中意嘅書籍，個書名叫做《慢是他故意的》，作者係 Alan Fanning。呢本書呢係好正面挑戰我哋作為城市人呢，我哋城市人係好強調工作嘅效率，好強調生產力，我哋有好多繁忙嘅學習，好多繁忙嘅工作，我哋嘅步伐係好急促嘅。而呢本書呢，佢原本英文嘅書名呢叫做《The Unhurried Life》，即係話呢，我哋有一個從容不迫嘅節奏去過生活。咁呢個呢，同我哋嘅生活嘅感受係好唔同嘅。作者提到呢，當我哋呢成日將個時間表填到好滿嘅時候，其實係我哋呢冇留翻個空間呢，俾上帝去進入我哋嘅生命，留翻俾上帝嘅工作。咁呢，佢話我哋城市人呢，好依賴我哋自己嘅能力。好想透過自己嘅聰明智慧咧，去完成好多嘅工作。但係咧，作者提我哋咧，喺聖經嘅角度咧，其實我哋要留翻啲空間咧，係去依賴上帝、依靠上帝。因為我哋相信咧，上帝嘅工作係會有佢嘅時間嘅。咁如果我哋好急促、好緊迫，去好想完成手頭上嘅工作嘅時候咧，可能我哋冇一個空間、冇一個時間咧，去反思上帝喺我哋生命當中嘅角色。咁而作者更加提到有好多嘅部分咧，其實係我哋急嘅時候係咧會忽略咗嘅。例如係最大嘅就係我哋去表達關懷，去愛身邊嘅人。呢啲係需要時間嘅。佢另外亦都提到啦，有啲時候咧休息係可能係我哋嘅一啲創造嘅節奏。佢嘅比喻就係上帝6日創造，第7日咧。安息日咧 Sabbath 咧就係一個嘅完整嘅休息。作者好強調咧，一個從容不迫嘅態度，同一個懶惰懶散嘅生活態度係唔同嘅。作者都提到聖經係經常喺舊約聖經係譴責懶惰、不工作、不努力工作嘅人。但係咧，佢嘗試咧去挑戰我哋一啲成日覺得我生活好逼人嘅節奏好急促嘅，可唔可以留翻啲空間？作為啲反思咧，每一個嘅課題咧之後都有一個空間，有啲嘅反思題目俾我哋咧靜落嚟咧去反思，究竟我哋有咩地方可以更加多空間，可以邀請上帝進入我哋生命裏邊嘅。咁好啦，如果同學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你哋去到圖書館借閱呢本書，書名係《慢是他故意的》。